女人拿着一张黑胶唱片去做声谱分析，她要求对方必须要戴上手套，甚至特意强调千万不要听其中的内容，怕对方不听劝。重要的是，她还重复了3遍，随后便进入休息区，仔细查看着她与恶魔签订的契约，丝毫没有注意到伯尼的好奇心正在作祟。确定自己不在他人的视线之内，他竟戴上耳麦倾听老唱片里的内容。转眼间，他就感觉到冷气逼人，等察觉到危机袭来，已经为时已晚。可即便他摘掉耳麦，声音还是不断的在耳边回绕。煎熬中，他用螺丝刀戳穿了自己的耳朵。此时，女人听到声响，却已经看到他领了盒饭。都说好奇会害死猫，我看这句话一点都不假。而惨死的伯尼正是驱魔人扎康的好友，他不相信好友会自杀的虚假报道，于是他让泽德用手触碰报纸，另一只手放在案发地点的地图上。瞬间，他闻到了一股浓郁的茉莉花香，紧接着看到一望无际的花海。不过，即使此地阳光明媚，他却感到寒冷无比。确定好友的死有蹊跷，扎康便要去太平间验尸。泽德顺手牵羊，轻松拿到了门禁卡。殊不知他的小把戏在扎康面前还真就是个小把戏。当找到伯尼的尸体后，扎康突然拿出了荣誉之手，他是被绞死之人的左手，泡在羊水中7年，只要念出咒语，再把它像蜡烛一样点燃，就可以令死去的人短时间内复活。可一番操作，伯尼并没有任何反应，扎康也开始怀疑是哪里出了问题。由于时间有限，最后扎康只听到了几个词组：唱片、歌曲、乐声。泽德猜想尸体所说的话应该指的就是乐声唱片公司。很快，扎康就找到了乐声公司的创始人。如今的老爷子年事已高，常住医院的 ICU。扎康只用一张扑克，在护士面前反转，就变成了工作证。其实扑克牌被扎康施了法，并且只对护士有效。看到这些，泽德想到了偷门禁卡的场景。果然，老爷子已经是时日不多。在得知扎康是驱魔师后，老人并没有丝毫惊讶。他提到了一位30年前突然消失的歌星威利科尔。1930年，世界经济进入大萧条的时期，威利科尔陷入了创造枯竭。为了坐上流量明星的宝座，他将自己的灵魂出卖给了恶魔，只为换取一张唱片。当老人拿到唱片，便察觉了他的诡异。之后，他将唱片夹在圣经里，就近藏进录音棚的墙壁。本以为这样唱片的事就可以终结，没想到不久前，一个叫菲尔的女人向他问起过唱片的下落。此刻，医院的所有人和事物都陷入了静止。原来，老爷子大限将至，天使曼尼来带他的灵魂去天堂。与此同时，验证过唱片的菲尔神秘兮兮地将唱片藏进自家的书架。结果，这一幕恰好被自己的女儿看到。菲尔急忙向孩子掩饰刚才的行为，甚至是不惜撒谎骗女儿。但此时的书架正在迅速冰冻蔓延，奇怪的现象吸引了好奇心更重的孩子。紧接着，菲尔听到楼下有人闯入的声音，丢下女儿举枪便要去楼下抓贼。哪曾想闯入者恰好是扎康他们。当得知对方是驱魔人后，菲尔一下子破防了。1个月前，老公检查出癌症晚期，无奈中，菲尔与恶魔贩子安东签订契约，用自己的灵魂换取老公的健康。当契约上的文字完全消失，恶魔就会来收取他的灵魂。如果能拿到他们需要的唱片，也可以抵消契约的交易。知道这些后，扎康借助安慰拥抱的机会，将一根圣帕杜亚的棺材钉放进了他的口袋。因为此物的跟随能力远比 GPS 还要牛，泽德随手拿起了菲尔的全家福，才幡然醒悟，他们居然忽视了女儿的存在。原来女儿不仅拿出了那张唱片，还把它放到了老唱机上播放。